後禮拜就是農曆的春節，為了迎接新的一檔新年新氣象，台南市東區議員參選人歐正豪上午佇個議員站陪雅的陪同，正式宣示青年軍的設立。現場超過50位20到40歲青年朋友到場來相聽，象徵青年世代的團結，要參與公共的事務。我好感動哦！我兒子的魅力真的也不錯，我講高聲哈所以，因為我一進來的時候就看到這麼多的年輕人哦，這麼的支持盡在不言中，謝謝大家。那我把我說的今天的過程，我兒子從政青年軍的成立的理想想法，讓他自己來表態。為什麼我成立這個青年軍？其實以前我也在業界服務6年的時間。那我回到媽媽的服務團隊，在基層服務已經4年了。那在這個4年的過程中，我結識了非常多年紀與我相仿的年輕人、青年人，20到40歲的好朋友。其實，在這樣的，我們都需要生活，都需要工作。我們在人生的年齡的階段是在相近的一個階段。那所以說，在這4年的歷練過程中，我也希望未來，也就是今年度的選舉，歐正豪能有這個機會，用台南市議員的身份，站在第一線，為我這一群朋友、這一個世代的夥伴們來發聲，成為第一線，爭取更多的福利，爭取大家關心的，把我們的所思所想能一步一步去實現的那一個民意代表。今年35歲歐正豪佇個業界服務6檔，加上4年佇個媽媽議員服務處的服務，甲佇觀察，伊發現因這代正面臨頂懸有父母愛照顧。下面還有囡仔需要來養育的階段，因此提出青年長政、親子共育，甲着守護銀髮的3大主軸。東區是一個文教區，所以說對文化的熏陶，我想要更多，這是勢必也是我們想要共同努力的目標。那第二個部分，所以現在大家很多爸爸媽媽都會關心孩子的教育，也很多從業的教育人員都在現場。現在霸凌的議題，教育界霸凌議題非常的嚴重。還有特教的資源、幼教資源的不足，那這都是我們這個世代，我們這一個年紀，作為年輕爸爸媽媽，未來勢必會面對15年，一定會去面對到教育的問題。我是一位同行者，因為我是一個爸爸，我有切身的感受，我知道大家的需求，所以說把這樣的聲音帶到教育局，讓教育局去重視這些問題。而我是一個非常用心、用力的發聲者，這是我期許我可以成為的那一個角色。現場出席的除了議員詹培雅的加油勉勵，另外還有真濟青年族群，包括一在同濟會、銀控青商會以及著名的國樂團，佮着幼教協會等儕儕團體共同出席，象徵新世代對台南來出發，共同關心台南的公共事務，為人民來發聲。台南新聞林英根採訪報道。